沈香林搞到一啲 AI 嘅教育，其實會唔會將我哋無論成功，其實我哋中間失敗咗好多，人哋未必知。同埋我哋明白到咧，其實去做一個叫推動 AI 個新課程咧，係唔容易嘅。我覺得就係要成功嘅話，都真係要各方配合嘅，尤其是資訊科技嗰個嘅技術配合。我哋共同都覺得應該係貼地嘅，同埋校本嘅一啲東西裏邊。咁而中華文化亦都好多貼地嘅嘢，好多同香港相關嘅嘢。咁而中文文化嘅學習，如何又能夠結合到 ICT 同埋人工智能嘅科技呢？咁我哋喺呢幾年都陸續去做嘅。我喺中三嘅同創共學課程當中咧，就學識咗點樣去運用一啲 AI 嘅軟件去創作唔同嘅圖片啦，然後後期就加上自己嘅配音啦，就成為咗我嘅AI 嘅作品。即係一兩個禮拜咁樣上堂之後，慢慢發現原來呢件事唔係好無聊啊，唔係淨係生成圖片啊，可以自己做唔同嘅調節啦、修改係有趣嘅咯。即係我自己覺得嗰時嘅我都係對呢一方面突然之間就特別有興趣啦。咁其實嗰時都冇覺得係好難咯。都有再問翻 Miss Lam 點做嘅，就發現自己有呢個興趣咯。然之後就試下自己做咯。劉同學講得好，我學到崩潰啊！就係我想見到嘅嘢，你就係要知道原來個課程個價值啊。因為真係唔可以走錯方向，我自己覺得就係顧及學生全人發展同埋核心個技術。